这大雨落几落天，高雄屏东的山区，真侪所在拢崩山、地基空气，交通来断站。亲像这屏东三地门乡的大社部路，唯一的连外车路损害较真严重。部落的少年人差不多有10个左右呢，因着用行的，把这物资挨倒转去。 将部落需要汽油、食食等等的物资拢排上较偏，因为滨泉路道路严重崩塌。大社部落居民带少年囡仔用步练的方式出来倒搬物资。虽讲大社部落伫莫拉克了后就清川啊，不过平时也是有村民会登去大社种作。目前都有20多位村民留伫内底，因为大水库造成德文到大社路受损严重。初五都有居民开车载物资到路登去的所在，车开袂过啊，才换少年囡仔来接，一路派登去大社。留在原乡的族人，目前状况是良好了哈，因为没有那个生活上的困扰了哦。那停电有发电机来供应他们。 因为大水库造成交通中断的，也有高雄山区的原乡部落，公路局陆续抢通桃园、南马社甲木林等地区的连外道路，市府也赶紧将一车一车的物资送去各里，有各种的大牛，还有新鲜的猪肉菜色，甲囡仔上需要的牛奶粉、肉珠啊。对此，社会局表示，目前物资拢是充足的，市府会看状况调配。 车民众唔免烦恼，这个天气也比较晴朗了，那道路也一直在抢通当中了。那未来我们还是会视他们实际的需求，那再予以协助。民间的跟公部门的加在一起，其实已经蛮足够的。对。然后你讲的那个迫切需求，就是真的还是道路啊。像现在是马祖笋的季节，我们要去割笋，我们没有路。 桃园区的复兴3里，公路局伫初5早起，是先抢通第23往台东的梅山口甲向阳路段，下晡阁抢通往高雄的勤河到复兴路段的便道。虽然有时间管制甲车行的限制，不过总算是互受困几落天的居民会当赶紧落山。记者柯秉哲、柯家族、柯朝阳、高雄屏东采访报道。